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嚟傾下益生菌，你係咪經常都聽到佢呢？覺得佢好神奇，但係又唔太清楚佢係乜嘢，同埋係點樣用嘅呢？今日我哋就從零開始了解益生菌嘅秘密。無論你想改善腸道健康、提升免疫力，定係單純好奇呢個究竟有咩用處嘅呢？呢集我哋就嚟解答你所有呢啲問題。首先，我哋嚟傾下究竟益生菌係咩嚟嘅呢？簡單嚟講，益生菌就係一群對人體有益嘅活菌，尤其係對我哋嘅腸道健康有好大幫助。佢就係好似腸道裏邊嘅小衛士，默默咁工作，幫助我哋消化食物，平衡腸道裏邊嘅菌群，甚至仲能夠影響到我哋免疫系統同心情。聽起嚟係唔係好厲害啊？我哋嘅腸道裏邊住咗超過400種細菌，佢哋有好嘅，亦有壞嘅喎。而益生菌就係好菌嘅代表。研究話俾我哋聽，雖然益生菌唔會永久住喺我哋嘅腸道裏邊，但係只要佢哋經過嘅時候，就能夠同其他微生物互動，就能帶嚟短期嘅健康效果，甚至可能改變腸道環境，令壞嘅細菌冇咁囂張。咁益生菌喺邊度嚟嘅呢？其實好簡單，生活中裏邊好多發酵嘅食品都含有天然益生菌，比如乳酪、泡菜、味噌湯都係唔錯嘅選擇。當然，如果你覺得每日都食呢啲嘢有啲麻煩，市面上亦都有好多益生菌補充劑。一般平時買到嘅益生菌補充劑主要分為乳酸菌、雙歧桿菌同寶拉迪酵母呢3類。其中乳酸菌喺大家經常食嘅食物中最多，可以幫助消化同調節免疫能力。雙歧桿菌可以顯著改善功能性便秘同腹瀉等腸道菌群失調引起嘅問題。寶拉迪酵母則對預防同治療發炎性腸胃道疾病、抗生素同旅行引起嘅腹瀉有效。知道咗益生菌係乜嘢之後，接落嚟就係點樣挑選優質嘅益生菌產品啦。市場上產品五花八門，價格從幾十蚊到幾百蚊都有，到底應該選邊個好呢？隨住越嚟越多嘅人為咗健康而買益生菌，國際益生菌同益生元科學協會簡稱 ISAP 等組織面臨嘅挑戰係點樣教育消費者，等佢哋了解喺標籤上應該注意啲乜嘢，以及點樣針對特定病症服用益生菌。任何喺市場上推薦用嘅健康益生菌，例如促進消化系統健康，都應該喺標籤上注明呢6點。儲存信息，據 ISAP 話，有啲需要冷藏，但係呢個唔會改變佢有效性。製造商名稱同聯繫信息，呢個對於報告罕見嘅不良事件非常重要。份量，呢個有助於消費者將劑量同預期效果相匹配。菌落形成單位，範圍從1億到500億不等。通常情況下，益生菌喺保質期內會出現死亡，因為咁標籤上標注嘅通常係產品喺有效期內嘅最低含量。有效期，喺有效期之前使用，確保產品中含有包裝上所標籤嘅每份含有嘅菌落形成單位。菌株應該包括屬種同具體菌株，呢個將有助於你根據臨床證據研究預期嘅具體益處。接落嚟，我哋講下益生菌到底能幫到我哋啲乜嘢呢？佢嘅好處真係唔係你諗咁簡單。根據科學研究，益生菌對腸道健康嘅好處係顯然易見㗎，比如改善便秘、腹瀉或者脹氣呢啲煩惱嘅問題。但係佢嘅影響遠遠唔止係呢啲，比如話有研究發現，益生菌能減少腸道炎症，呢個對一啲有慢性腸道病患者嚟講係個好消息。仲有好似過敏體質嘅人，補充特定菌株可能有助降低過敏反應，因為腸道健康跟免疫系統息息相關。
更神奇嘅係，有啲人食咗益生菌之後，發現自己壓力冇咁大，呢個唔係心理作用，係有科學根據㗎。另外，有啲特定菌株仲有更進階嘅效果，比如幫助控制體重、改善代謝，甚至可能降低慢性疾病風險。當然，呢啲仲需要更多研究證實，但長期補充對身體絕對係加分㗎。雖然益生菌有好多好處，但以下幾類人要謹慎或避免使用。第一，免疫系統受抑制嘅人，如正在接受化療、放療嘅癌症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劑嘅器官移植患者、愛滋病患者以及其他免疫缺陷者，因為免疫功能太低嘅時候，即使係益生菌，亦可能造成身體感染。第二，有嚴重疾病或喺深切治療部嘅病人，以及啱啱經歷大手術或嚴重創傷者，呢啲病人亦係免疫功能低，而且喺醫院感染嘅概率好高。第三，有嚴重腸道疾病嘅人，做咗腸道手術導致短腸綜合症者，嚴重炎性腸病，例如結腸性潰瘍活躍期患者。第四，新生兒同早產兒亦不適宜服用益生菌，因為佢嘅免疫系統仲未成熟。好啦，今日嘅益生菌深度分享就到呢度，希望你而家對呢個腸道小衛士有更多了解，亦知道點樣將佢融入生活入邊。多謝觀眾朋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獲得更多健康小知識。我哋下次再見。